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23章，上主讲：遐个杀害搁赶散我草场的羊的牧者有灾祸啊！阮下遮着牧养上主子民的牧者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无照顾我的羊，搁甲因赶散。恁着知，我要因为恁的歹行为，甲恁处罚。我要组织遐个剩落来的羊，对我赶散因去的所在，甲因带倒来，互因生炭，搁加添真多。我要派新的牧者牧养因，我的羊群袂搁失胆惊吓，连一只都袂失落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时日得要到，我要互大笔的细虾发一支公义的旗，以治国显明，伫即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。因为伊的执政，犹大要得到解救，以色列人民会当安居乐业，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。上主讲：时日一个到，人咒詛的时，袂搁讲：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永活的上主咒詛。因要讲：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地，离开伊甲因流放去的达国，迄位永活的上主咒詛。因会徛起伫家己的乡土。讲到遐个先知，我的心刺插，我规身躯的骨头酷酷着。为着上主甲伊神圣的话，我亲像酒醉的人，袂当控制家己。即个地4月，拢是对上主不忠的人，因的所做邪恶，滥用权力，因受咒诅，地受况限，草场孤单。上主讲：先知甲祭司拢亵渎我，伫我的圣殿做邪恶的事。因行的路暗佫骨，互人追入，伫遐跋倒。我刑罚因的日到啦，我要互灾祸临到因。我看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做可恶的事，因奉巴力神明的名讲预言，带我的人民以色列行错误的路。我看见耶路撒冷的先知做可怕的事，因犯奸淫讲白贼，加强歹人的势力，所以无人离开邪恶。对我来看，因拢亲像索多玛，耶路撒冷的居民亲像蛾摩拉。所以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针对耶路撒冷的先知讲：我要互因食苦果、啉毒水，因为逐所在无敬虔的风气是因造成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对耶路撒冷人民讲：毋通听这个先知的话，因传互恁的是虚假的愿望。因讲的预言是家己想的，毋是我传互因的。因一直对遐个毋肯听我的话的人讲：上主讲平安无事，搁对遐个心硬的人讲：灾祸袂临到恁。叫人参加上主天庭的议会，捌看到也是听到伊讲话，因减有认真听伊讲的话。看咧，上主的大受气，亲像光烈仔风，伫歹人的头壳顶转射。到上主的计划完全实现，伊的受气才会煞。时日一个到，恁才会清楚明白这个事。我无找歹这个先知，毋过因家己四界走。
我无对因讲话，毋过因家己讲有言。因若捌参加我召集的议会，就会对我的人民传达我的信息，互人民离开罪恶的路，无做邪恶的事。我上主问恁，我简单伫近的所在才是上帝，伫远远的所在就毋是上帝。我阁问恁，敢有人会当秘伫隐密的所在，互我看袂到？我敢毋是充满伫天地逐角落？遐个先知用我的名讲假的预言，讲我有梦见，我有梦见。因心存诡诈，讲白贼话要到什么时？因互相讲家己的梦，要互我的人民袂记得我的名，亲像因的祖先为着巴力袂记得我的名。故在遐个做梦的先知去讲因做的梦，互遐个听我信息的先知忠实传达我的话，袂过甲袂遂要安怎比？我的信息敢毋是亲像火，敢毋是亲像会讲喙石盘的铁槌。我上主安尼讲，注意，我要对付遐个先知，因互相偷用别人的话当作我的话。我要对付遐个先知，因为因的梦拢是骗人的，因用这个梦以及白贼甲夸口的话，带我的人民行入歪路。我无差派因，嘛无命令因，因对这个人民拢无利益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我的子民、先知，也是祭司，若问你，上主有甚物信息，你着甲因讲，恁是上主的重担，伊要去杀恁。若是先知、祭司，也是我的子民讲，这就是上主的信息，我要刑罚伊甲伊的全家。逐个人着问家己的厝边朋友，上主有讲甚物？上主有应答甚物？因袂当阁讲这是上主的信息。若有人阁讲即句话，我就要将我的信息变做伊的重担。因滥散使用永活上帝的话，就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咱的上帝的话。你着问遐个先知，上主有讲甚物？上主有应答甚物？因若阁讲这是上主的信息，即句话我已经吩咐恁，毋通阁讲，你着甲因讲。我一定要将恁放袂记得，甲恁以及我赐互恁甲恁祖先的城对我面前ฮ็出去。我要互恁久长见笑，永远袂记得即个侮辱。